谢主，今天让我们聚集在这里，在这个平常日，又到了这个小周末的时候，让我们今天可以相聚在这里，然后一起聚在这里，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把你平常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一些压力，都在这里，此时此刻我们一起宣泄出来，让我们一起享受在这个祷告会当中。我们是基甸牧区的同工，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各位服侍。那我们开始今天的祷告会。白昼，耶和华他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愿我们的祷告如香陈列在神面前，愿我们举手祈求，如献晚祭。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圣灵在我们当中一起与我们同在。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藏在主里面的，主也藏在我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是啊，神啊，你是我们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常如此的瞻仰你，为了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了足的湖水肥油，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殿，到我最喜爱的神那里。接下来我想要邀请大家，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完完全全的敞开自己，将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活祭，献给神。我们可想着神，默想神的话语，我们祷告亲近神，跟神之间的对话。我们开始思考着神，他是如此的善良，如此的纯全，他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接下来我们要为自己和神之间关系来做一些祷告。我们要借由祷告来点燃我们对神火热跟渴慕的心。我们要每日非常的渴慕的去阅读神的话语，天天的祷告亲近神，求神让我们明白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呼召，所带来的命定。我们要走进到神的心意里面去，就求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引领着我们跟神更加的亲近。因为我们知道凡被神所领导的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现在来低着头，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
的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圣灵可以充满在我们当中，就求你与我们同在，跟现在的贵重同在。求你将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管我们遇到什么困难，生活遇到了什么挫折，但主啊，我知道有你在，我们就不害怕。主啊，求你可以帮助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我们告诉我们自己，只要有你在，我们就不害怕。主啊，求你跟我们与我们现在同行。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这些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名求。我们接下来唱这首《圣灵充满我心》。更亲密的连结，主啊，因为你就是那葡萄树，我们就是那枝子。我们若不与你连结，我们就没有办法结果子。主啊，我们要为着自己的里面来祷告。主啊，耶和华他不像世人那样看人，
人看外表，耶和华我们的神，你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坦然无惧的将我们心灵的诚实摆在你面前，当作活祭来献上。主，我们渴慕在这个时刻跟你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圣经上这样说，他说，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中呢？就是手洁心清的人，他不倾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他必须领受从耶和华来的福分，也必蒙拯救他的神称他为义。是的，主，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来到你的圣山，你的居所。主啊，求你再次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与基督你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我不再是我，主帮助我脱去那老我，老旧的我不要在我里面活。主啊，我要靠着你，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因为耶稣乃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如今肉身活着，是因那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因为我的主他是爱我的，为我舍己的。主啊，帮助我能够让我更多的像你。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求你帮助我，调整我。主，你唯独你知道我最真实的我里面那黑暗的、不讨神喜悦的。主啊，求你大大的挪去，因为光进来了，黑暗就退去。主帮助我，哈利路亚！你的圣灵在这当中浇灌我们，洗涤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的儿女，使我们能够堪称福音的份，能够成为神你那眼中蒙圣洁的儿女。主啊，我们的光，是的，主，你告诉我们，我们要为主来做光做盐。主啊，我们要当这样子走在人前，好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知道主啊，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你。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使命。主，帮助我们不要在乎这世界上的事。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因为工作或者是生活的压力，种种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专注在神你的身上，但是主啊，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软弱而忽略了。主，求你帮助我，让我的眼目单单在你的身上。主啊，帮助我保守我的心怀意念，让我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主，你说那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主啊，帮助我，让我更多的像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的心调整，被神调整，被神触摸。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圣灵就会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主啊，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凡事都要定睛在耶和华你的身上。因为无论什么事，我们一切所行的，主啊，你的计划总是高过于我们的计划。求主加添更多的信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亲自的来触摸我们。主啊，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跟神你有美好连结的时刻。主，帮助我们，因为主你说我们不要自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要顺着情欲种，那就必从情欲收取败坏。但是主，我们不要，帮助我们，我们要顺从圣灵撒种的，因为圣灵必成为我们永生的救主。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是的，我们要为着自己还有神的关系，我们来一起开口来祷告。
为着我们的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啊，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不论是身体、心理或者是灵里缺乏的，主啊，你在这当中，你都必赐下你的帮助。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为着我们现场，不论是现场或者是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体有任何疾病、痛苦、折磨缠身的，主啊，你医治的大能在这当中降下来，就像圣灵的火降下来一样，降下来医治我们，医治我们。主啊，我们心里有任何苦毒的、伤害的、捆绑的，或者是不小心被人戳伤的，主啊，你都知道。主，你在这当中用你的爱，你那个长阔高深的爱来修复我们，来医治我们。主啊，我们灵里面，如果我们灵里面还有需要被神调整的地方，主啊，你的慈爱还有你的光必在这当中浇灌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在主你的面前兴起为你。我们要努力的建造自己的属灵生命来荣耀你。是的，主啊，我们在教会或者是在世界上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主，你说凡事都可以亏欠人，唯独彼此都不可以亏欠人，唯独彼此相爱要觉得互相亏欠。但是我们爱总是爱的不够，我们的爱总是不像神从你而来的那样的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够，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是神你赐恩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爱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以基督耶稣的爱来爱人，来爱我们身边的人，不论是可爱的或者是不可爱的。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凡是彼此相爱的，众人就看得出来我们是你的门徒了。主啊，帮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恢复我们的身份。主啊，我们要尊主为大，我们要成为敬神爱人的信徒，我们愿意委身顺服主而活。是的，主，我们相信我们不论什么样子的问题，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在神从没有难成的事，大山小山你都可以挪开，因为你就是那信实又蛮有能力的神。是的，我们接下来要用这首诗歌，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你。是我们知道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唱。主，你是我喜悦，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我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是的，主，我们全心的信靠你。主啊，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从头再来唱一次。主啊，你是我喜悦，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我主，无论喜乐或哭泣，我们都要敬拜你。你是我盼望。是啊，主，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帮是助，我们的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是啊，主，我渴慕，你能我渴慕你的能力彰彰显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我们再对神唱一次。我渴慕
全心信靠你，我的主。是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全心全意的信靠你，因为我们人一生没有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唯有单单追求主。主，你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你是比世上一切金银财宝都来得更值得我们去挖掘的。主啊，帮助我们更多的信靠你。哈利路亚，是的，主。接下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富强教会来祷告。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神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神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神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是啊，我们要来呼求，我们要来宣告，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富强教会是活出爱的健康教会。富强教会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富强教会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富强教会更是一间由神亲自掌权带领的教会。是的，主啊，我们要为着这一一的事项来逐一来祷告。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提摩太前书3章15节，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接下来，我邀请大家一起来为富强教会，为了富强教会有活泼生命的讲道来祷告。唯有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富强教会，使牧师在传讲活泼生命的道，激励着会众，我们在生活当中真实的活出上帝的生活，并且可以引领更多的人来亲近神。富强教会人人都参与主日崇拜，聆听信仰真道，实践信仰生命。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教会来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保守牧师，保守牧师在传扬你的福音的时候，主啊，你就加添力量在我们的夏牧师跟谢牧师身上。主啊，求你帮助牧师在传扬道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感受得到。主啊，就求你可以帮助富强教会，引领着我们的富强教会，时时传扬福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这些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富强教会是活出爱的健康教会，在使徒行传2章46到47节这样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过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是啊，主，愿你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我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各牧区的小组，我们有好多的牧区，无论是提摩太牧区、基甸牧区、保罗牧区、约书亚牧区、以赛亚牧区、青年团、收年团契，还有儿童牧区。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些牧区里面，不论是各个区长、小组长，甚至是同工，我们都能够火热殷勤的来牧养这些羊群。主啊，你让这么多羊群来到我们的教会，主帮助我们，装备我们，可以
以让我们成为一个牧者的心，用牧者的心来牧养他们。主啊，求主兴起更多愿意热情委身奉献在教会牧养服事上的同工。主啊，你知道，你告诉我们要好好的牧养你的羊群，因此你会天天将得救的人加给我们。主啊，我们要牧养这些羊群，我们需要工人。主啊，我们富强的会有很多都很有恩赐、跟恩典、跟恩膏。主啊，在这当中，求你亲自的呼召他们，让他们有这样火热的心，愿意摆上来成就神你牧养神国羊群的重要责任跟使命。主啊，我们为着这件事情来同声开口来祷告。加注在我们的区长、小组长以及各个牧养羊群的这些同工的身上。主，你的大能在这当中浇灌他们，坚固他们，成为他们四围安营的盾牌，不让他们受到任何的攻击，加添更多的恩典跟祝福在这些服侍的人身上。主啊，使他们能够经历那所谓的越服侍越甘甜的美好。主啊，在这当中求你兴起更多的富强人，让我们同心为主的工作来献上自己。主啊，谢谢你坚固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阿们吗？阿们。我们富强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吗？阿们。愿神帮助我们，愿它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与价值。愿我们在见主面之前有力气的，我们就来奔跑。向人传福音不是我们拥有的智慧、拥有的道理，而是我们的行为要行出它的样式。求主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孤单的，因为我们是不是家人？我们是不是肢体？阿们吗？我们要在我们有力气的时候，我们一样脚要跨出去，为了他福音的缘故，为了成全他的旨意。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为自己祷告，不要停下脚步，要传福音。我们一同开口来同声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一同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家人，我们是肢体。我们从年幼可爱的孩童到年长有智慧的长者，我们没有一个人的脚步会停下来，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被落下，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是孤单的，因为我们一同来奔跑在传福音的这一条道路上，帮助我们成为你，让你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所言所行都有你的样式，好让人更多人来看到你福音的美好。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富强教会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约翰福音10章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为了我们信徒灵命的造就来祷告。我们在富强教会当中，我们有成人查经班、青少年查经班、理财有道、门徒训练、精英有道、周末讲堂、RPG 小组，在生活当中实践着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富强教会的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在参与教会的门徒训练以及查经班，努力的在建造我们富强人所强盛的属灵的产业人生。我们现在邀请大家，我们一起为我们属灵生活一起来同声来祷告。
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富强教会的所有的会友都充满着属灵的恩赐，充满着想要渴慕你的心。主啊，求你可以帮助我们渴慕着寻求你的话语，在里面造就上面。主啊，求你可以燃烧我们的心，燃烧我们的火，让我们可以越来越渴慕你，越来越渴慕的走向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富强教会的每一个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这些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富强教会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是啊，主，在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时候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教会的信徒能够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来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同为基督的肢体，我们不用在这当中去跟别人比较，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你所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才能都不同，为的就是要成就一个基督。主啊，按我们每一个会友所得的恩赐都各有不同，在教会能够火热的来参与服事，来献上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肢体，各尽其职，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也只有一个，正如我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主啊，在这当中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为了这件事来祷告。是的，我们要同心的来到你的面前，为着这件事来摆上，向你祷告。主帮助我们每一位会友，在认识自己跟你亲密的过程当中，看到神你所赏赐的恩赐跟恩典，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也愿意将自己的恩赐奉献在教会当中参与服事，让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实践彼此相爱。你告诉我们要看个人比自己强，但是我们也愿意摆上自己，在这当中学习。主啊，在这里求你在这当中引领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都能够各司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来成就神你美好的事。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耶稣永远掌权》。我们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唱。让我在患难之中，我们要信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我心所依靠的。当我的心动摇时，我们要赞美耶稣，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
心所依靠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白昼，你向我是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你是我的诗歌，我的避难所，叫我抬起头的神。白昼，你向我是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你是我的诗歌，我的避难所，叫我抬起头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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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能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而回避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而回避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大家，我们要为着富强教会的合一来祷告。
主啊，我们要为着富强教会的会友，还有神的关系，以及会友与会友之间的关系，还有牧者、长子同工、教会事工未来的方向的合一，来献上祷告。主啊，在以弗所书4章2节这样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的，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为着这些事项来祷告。富强教会的人就是我们的家人。阿们。家人跟家人之间的相处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会彼此斗争吗？会彼此看别人不顺眼吗？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学习像家人一样的爱我们的会友。我们要彼此接纳包容，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互相联系，我们要感情热络，我们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我们要顾别人的事。主啊，帮助我们富强这个家，这个温馨的家能够越来越火热，越来越热络。主啊，我们在富强里面的每一个家人，主在这当中帮助我们都能够共同努力的来灵命建造。主啊，我们不只是教会要建造，我们教会的会友更是这个根基里面最重要的环节，需要被神来建造。主啊，帮助我们贡献每一个人的专长，在主里面关系合一。主啊，就如同刚才我们的祷告一样，主，我们要为着我们富强教会里面的人来合一。主啊，你的心、你的意念在这当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主，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彼此不互相论断。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是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但是主，你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实践彼此相爱。实践彼此相爱的地方，就是在教会，就是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小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更多的学习从你而来的爱，在主里更多的合一。主啊，谢谢你。在这当中，我们要来讲什么是合一。合一是什么呢？合一是生命的关系，是相同的心思，相同的意念，而且这个合一是出自于神的命令跟祝福。主啊，就将你合一的意象降在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的知道，合一就是相处，而不是敌对。合一是要强调我们相同的地方，来学习接纳不同的意见。主啊，你在以西结书这样子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我们里面，又从我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重新赐给我们肉心，让我们能够顺从神你的律例，谨守遵行神你的典章，因为我们要做神你的子民，你要做我们的神。主啊，帮助我们更多的学习从你而来的合一，来实践在我们的教会生活还有日常生活当中。主啊，我们接下来要为着神国度合一的事项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教会跟教会之间的关系需要合一，教会跟城市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合一，还有城市跟城市之间，城市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啊，我们知道，若合一的关系在这些地方都成就了，使基督信仰成为全世界合一的信仰，就不是难成的事。主帮助我们将这份使命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从我们的富强教会的这个家开始实践，
以至于扩展到神国度合一的事件眼光上面。主啊，所以你在马太福音这样子说，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都能够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主帮助我们在这件事上的合一来线上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接下来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这个祷告，重新合一。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唱。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生活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生活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着世界为主发光，合一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体贴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生活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让我们先求生活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是的，亲爱的主啊，让我们重新合一，大家同心在你面前，受你呼召，成为你差派的精兵，在传福音、爱人、
以及牧养，都成为神重用的仆人。神啊，在这个疫情还没有解封的时候，主感谢你，仍一路的带领我们。虽然有困难，有不方便，有的受感染，但是神你的爱一直没离开我们。我们确信，虽然疫情侵扰了全世界2-3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确信神没有离开我们，一切都在你的掌权之下。主啊，让我们不要退却，让我们不要失去信心，让我们永远盼望，永远跟着你来走。神啊，你恩典跟我们教会同在，让我们因为坚守，让我们持守这样的信心，我们就要看见神给我们的曙光，看见神给我们新的未来。主啊，让我们整个教会弟兄姐妹，无论是在现场或是在线上，或是他们时间上不方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被神所遮盖，被神所扶持，被神所医治。感谢赞美你，愿神赐福我们今天每个人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主啊，你亲自来成就。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拍手感谢主，请坐。我们来谢谢我们基甸牧区的礼拜团队哈，哇，他们今天很棒，再拍手一下来。真的很不简单哈，他们平常他们自己的牧区的聚会比较多，但是在我们整体教会的服事哈，我们希望以后能更有多的机会，让这群年轻一代的带领者哈带领我们今天把我们整个教会的使命宣言一路带领我们走过来感谢赞美主哈虽然疫情还没有减低的很快了哈。但是我们确信神的恩典，更感动的是，我们现在疫情当中还是有那么多人在现场来一起聚会。我们为自己拍手一下，可以吗？我们有时候感受到一种感受，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不离不弃"，有没有？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很俗气，但真的不简单。因为在疫情侵扰之下，很多艰难，有人在生活上，有人在健康上，有人在经济、工作、生活上。都遇到挑战，但是不离不弃的意思是不离开神，也不离开教会，也能够继续坚守住我们自己的信仰愿神赐福给我们这个曙光快到了，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牧师都有几点提醒跟报告就可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天我们有这个医治祷告，那我们要为线上在场的弟兄姐妹，我们主要是鼓励大家。走出来那个动作，其实就是一种宣告，一种对神的信靠无论是身体的病痛，或是像今天的一个带领祷告当中，我们会遇到捆绑，我们会遇到艰难的挑战，我们遇到很多难题的时候，我们就到神面前来求告，愿神亲自来医治我们，来保守我们那这个礼拜天我们如果不受限制，健康方面不受影响的，我们就一起来教会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天也有我们的门徒学校的毕业生他们要来献诗他们参加了10多个礼拜的课程已经结业了，要颁发证书，而且他们要师生一起唱诗歌来献诗，请大家一起来参加那礼拜天的下午有一个特别的领袖训练基本上就是必参加的，就是我们的长职啦，我们的团队首长啦，我们的小组长、区长啦还有我们的团契的首长。那因为这个是我们做内部的训练，所以我们也欢迎，如果说你本身有这样的科目要学习也可以参加或是我们的小组长邀请重要的同工同伴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学习。我们要邀请刘进展牧师，他要针对我们教会如果成为一个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来做这样的讲解，还有包括分享我们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架构这个是好像一个概论性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需要学习的期待大家在礼拜天下午我们要在这个现场，我们可以做宽一点、宽松一点大家来参加这个学习，2点到5点所以大家预备心了
感谢主。那今天我们的牧区带领我们那么好的一个祷告会，我们今天有没有哪一个小组要留在这边聚会的？有没有？举手一下。有有2、3个小组不错，感谢主哈。好，我们彼此祝福一下哈，愿神恩典跟你同在，好不好？好，感谢主，谢谢。好，谢谢大家，我们开始小。